布拉克风灾带来启蒙钓鱼，可以在其河坝顿内内杀杀。故所相关单位嘅清河坝工作未全面性嘅展开。第800风灾我们1周年之前，水利署提示河川区媒体批同案嘅说明清河坝嘅成果。虽然大部分嘅企业已经做到目标，地方嘅百姓未加安心动刀，唔过啲曾有人海嘅水头压解，行去顿内动刀嘅杀杀，民众一下。期望河川区做得加强清河坝嘅速度。800水灾未满1年嘞，河川区特别安排了水免费本外界地清河坝嘅效果老进图。目前都已经达到计划洪水位以上，所以在面对今年的台风来的情形的话，应该可以安全的度过。不过，河川区未表示讲，因为清河坝工程还有动作还蛮完善，所以你下才是影响通富村嘅跳航海，还系有动作嘅耐杀，为了提水企业，甚至也会出现赌财富嘅情况。然后这边会形成叶塞，几率我是觉得也是蛮高的。虽然你下所有清河坝还有长波嘅工程都持续进行，对动作本提水大体嘅土地做得有地动嘅保护，也部分民众未懂前提。咱若做咗呢，帮助伊多嘅部落天做流失人员，帮助佢嘅摧残个复恢，吼，啊，叫生命财产安全来讲，也河川局决定会做落下集地位吼，下用地位安尼，所以讲就还是因为北上所期待安尼。不过，柴西木村火山海嘅水源条，咪就系到自航海送及水嘅素材，呢沙海系对到动过。地方民众讲系讲冇技术清理，会影响河坝嘅安全。对咧，河川局系表示讲会继续打拼。河川节嘛，佢要發到嚟嘅疏浚嘅嘛，撞口水就係，不過像你阿伯先水來嘛，技術大體啊，啲河壩冇經過啊，已經在處理中。那我們後續會再針對這個地方的需要性，再去編製一個緊急清理的工程。而從附近嘅堤水，唔但將朝鮮人民嘅港鐵本堤水大體對到嘅泥沙，也不停止會變作泥石流，影響當地交通และ安全。所以在期間民眾唔但將希望路做得通。也做得個復工，還較希望嘅係相關嘅部門做得正經談到在民嘅心上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